来关心北韩伫即个拜一有试射飞弹，而且这飞弹的射程是包括规个美国。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佮专工带查某囝接见试射任务的官兵。金正恩嘛强调讲，总共有国家想要用核子武器来惹因一定袂丢毒，会直接还击。北韩10日试射高度超过6000公里，射程超过15000公里，会当涵盖美国全境的洲际大道飞弹，引起国际关切。联合国安理会其中的10个成员国随即发表声明，谴责北韩违反安理会决议，严重威胁朝鲜半岛稳定。严格北韩宣布，为了对抗南韩甲美国制造区核紧张，有权捍卫自身的安全。The ICBM launch conducted by DPRK this time is a warning countermeasure in the face of the grave situation. 北韩官方媒体进一步报道指出，领导人金正恩拜三接见负责这项试射任务的飞弹局官兵，场面中伊的查某囝金正恩也同齐出现。金正恩表示，这摆试射展现北韩军队的高机动性甲快速攻击能力，勉励官兵进一步加强战斗效率。同时呛声，若直至因核武惹事，兵种袂丢毒，进行核报复。北韩较早也宣布，这摆测试重新采用固态燃料的洲际大道飞弹，为了评估核武的战备状态。面对北韩一直升悬的区核紧张情势，南韩总统尹锡悦20召开防务决心会议，要求军方加速处置成熟武器，将兵军用的时间14年减半做7年。同时，美日韩3国也伫济州岛举行联合军演，美军派出美援比轰炸机群加入。公司新闻张回并报道。